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教養研究者黑帶媽媽美詩。仔女面對未來世界必備嘅能力第12集，抗壓能力，重視肌膚雙親，提升抗壓力，令小朋友變得更幸福。各位爸爸媽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，就係攬下摸下呢啲嘅肌膚雙親。喺我哋華人社會啊，尤其是上一代，即係我哋爹哋媽咪嗰一代呢，其實就唔係好興嗰啲咩攬攬錫錫咁樣嘅。咁不過啦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？原來一啲合適嘅肌膚雙親呢，係可以減少小朋友嘅壓力，安定佢哋嘅情緒，仲可以培養佢哋自立精神㗎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咧，肌膚雙親會刺激大腦分泌一種叫做催產素嘅幸福荷爾蒙啊。如果小朋友細細個嘅時候咧，經常有呢種親密接觸啦，就算佢大個咗啦，佢哋都會更加容易去相信別人啦，有安全感啊，同身邊嘅人建立到更溫暖同埋實在嘅關係嘅，而且仲可以提升記憶力、學習能力同埋抗壓力㗎。皮膚嘅接觸係一種刺激，對大腦咧有好大嘅影響㗎。根據美國嘅一項調查顯示咧，經常有肌膚雙親嘅屋企啦，小朋友咧感受到家庭連結啊，即係 family bonding 呢一樣嘢咧，比冇呢啲肌膚雙親嘅家庭咧會強3倍嘅。不過好可惜啊，大概有一半嘅小學生嘅家長都話咧，小朋友上咗小學之後啊，攬下摸下呢啲機會咧少咗好多啊。日本認知神經學學者山口創教授話，如果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有足夠嘅肌膚雙親，係會影響小朋友成世人㗎，因為咧溫暖嘅觸摸會透過皮膚直接傳達到去大腦，對身心發展咧有長遠同埋永久嘅影響。咁父母應該要點樣同小朋友肌膚雙親呢？呢個頻道會分享湊仔教養嘅方法，喺呢個 AI 嘅年代要點樣教仔？如果你係父母，想知道點樣可以幫小朋友贏喺起跑線，獲得成功、快樂、充實嘅人生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。肌膚雙親呢，其實就唔似教小朋友認字啊或者規矩咁，冇啲咩特別嘅策略，只要父母喺平常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候留意一啲細節就可以噶啦。下面有啲建議可以俾家長們做參考噶。第一，唔好拒絕小朋友嘅要求啊！當小朋友想攬下摸下嘅時候呢，如果大人家長成日都拒絕佢哋呢，咁佢哋就會覺得好冇安全感㗎。咁多啲親密嘅接觸，等佢哋覺得屋企呢會係一個安全嘅基地。第二，拖手，除咗安全之外呢，經常拖住小朋友嘅手行路呢，或者握手，手嘅溫暖呢會帶俾人一個好充足嘅安全感㗎。咁所以拖多啲手啦。第三，摸頭，讚小朋友做得好嘅時候呢，加個摸下佢個頭呢個動作呢，佢哋會更加感受到愛噶。尤其是青春期嘅時候，親子之間呢接觸係會明顯少咗噶。摸摸佢哋個頭就可以有一個好好嘅親密機會啦。第四，拍膊頭或者掃下背脊。幫 BB 拍背咧，會令佢哋諗翻起喺媽媽肚入邊嘅心跳呢個感覺，會令到佢哋安心嘅。如果係大啲嘅小朋友咧，或者係到達青春期嘅青少年啦，可以喺佢哋出門口之前啊，或者翻屋企嘅時候咧，輕輕拍拍佢哋嘅膊頭。呢個簡單嘅動作咧，已經可以好溫暖噶啦。第五，擊掌。擊掌嘅時候咧，大家自然會對望住對方啊。呢一種成功嘅喜悅咧，比起講嘢更加直接啊。第五 ，Give me five。當兩個人擊掌嘅時候咧，雙方會好自然咁望住對方，用呢種方法咧去一齊感受成功同埋喜悅，比起用說話講嘢更加有力。第六，講悄悄話，趁小朋友開心嘅時候咧，喺佢耳邊細細聲講下嘢啊，咁樣咧一樣能夠達到呢個肌膚雙親帶來嘅放鬆效果嘅。而且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，笑係可以提升大腦功能噶，因為咧笑能夠令到傳達信息嘅神經回路嘅突觸變多，佢哋越多，我哋嘅功能就會越強勁。第七，擁抱，認知神經學者話咧，經常擁抱小朋友會令到親子關係變得更加好，而且經常攬住仔女瞓覺咧，仲可以強健身心嘅健康啊！而且啦，細個俾父母攬得多嘅人呢，有大概93.7% 嘅機會咧，大個咗之後咧都會主動攬自己嘅小朋友。咁所以啦，呢一種教養方式咧，其實係真係會遺傳噶。最後俾多個建議大家。
黃昏之後效果更好啊。休息嘅神經喺傍晚嘅時分係最活躍嘅，呢個時候有多啲肌膚相親呢，效果會更加好噶。所以啦，夜晚嘅時候同小朋友玩下一啲身體接觸嘅遊戲，攬住佢哋睇電視，拖住隻手散下步，都係會令小朋友呢感覺幸福滿滿。我哋其實唔需要成日買啲咩玩具啊，好貴嘅嘢俾佢哋噶。所以爹哋媽咪記住啦，由細到大同小朋友拖多啲手，摸多啲佢嘅頭，攬多啲，唔單止感情會好啲啊，連個腦都會更加醒神，個人都會叻啲噶。今集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我係黑帶媽媽美斯，拜拜。